我講話如果攞新人獎就通常係會唔見咗。咁而家咁樣就咁啊，嚟緊10年都唔見你㗎啦。首先多謝舒文，多謝舒文佢係我正式嘅第一個監製啦，佢好俾心機，唔係好俾心機，好耐心，對我好耐心，盡量啦，好耐心，因為我錄咗好多次，佢都因為同一個位可能唱錯好多次，佢都繼續我自己問嘅時候佢都冇問，亦都錄呢個和音嘅時候都錄咗成6個鐘係咁錯，跟住多謝 Larry 呢個曲真係好好，跟住我唔知講咩，但係多謝林若寧嘅詞。多謝大家中意，原來他不過愛我。但係我都想講，頭先講落咗，就係我另一位好好嘅監製 Eric Chan， 可唔可以俾啲掌聲佢？佢都非常之有心，佢將我可能大家聽完原來他不過愛我，可能覺得下一隻都係情歌啦，但係佢冇諗過呢樣嘢，可能佢幫我揾出另外一面出嚟。陽光點的歌呢首歌都係佢做出嚟，亦都多謝黑新風、陳詠謙、黑新風作曲非常之好，大家可以揾佢。但係你未作俾我，你記得作俾我。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我嗰日我記得我睇Aircraft 嘅演唱會嘅時候，我覺得譬如好多前輩歌手喺台上面好 close， 好一班朋友。我覺得好感動，我都希望我哋呢一輩嘅歌手可以一齊會擁有呢啲咁嘅時刻，我哋一齊唱好廣東歌，一齊繼續加油，同埋係咯，大家明㗎啦，同埋多謝頭先喺後台大家都話投我票嘅朋友，多謝大家。繼續努力嘅真係，多謝我 DJ 朋友，多謝，我會逐一同大家多謝。他慷慨似希望，捐出我心肝，繼續漫路風險有何妨？着我才不放，無奈這個勾搭，浪費了悲情，營造錯覺，只配了雙方。原來他不夠愛我，原來我錯後未錯，原來想。
可能上年我係一隻棋，但係今年我可以同大家講，我係2015年度叱咤樂壇流行頒獎典禮嘅叱咤樂壇我最喜愛嘅歌曲男歌手，多謝。那麼對抗，總對他相處寄望，原來他不夠愛我，沉迷錯也非他的錯，成全他也落得愛上，也沒有虧欠那麼多，原來他知道答我，才會有再想起我，純粹後與他快樂滿足，沒是那一個。叱咤樂壇我最愛男歌手，叱咤樂壇新力軍金獎，同埋叱咤樂壇我最喜愛歌曲嘅得主葉君。你係咪會聽晒全場咁多人啫？唔好漏喎！好啦，我係叱咤903所有嘅兄弟姊妹，同所有歌手嚟緊一年，用我哋嘅音樂，任我叱咤，用廣東歌創造我哋嘅歷史。出年見，拜拜。